歡迎大家嚟到蘇托，我係你嘅心靈清道夫。你相信一切會變得越嚟越好嗎？慈悲嘅天父，除咗懂得善用慈悲之心去為他人，你更加要懂得善用慈悲之心為自己。愛自己永遠都係一個人生大課題，取得平衡線中嘅點永遠都係最難拿捏。但係你要相信，你係有信心可以做得到。每一次發生事情或者喺人物當中嘅設定，令到你有唔舒服嘅時候，你可以先感受下自己個內在喺邊一個位置最痛，可以停一停，俾自己唔需要急於馬上回應，讓自己感受下真正內在嘅聲音來到嘅時候，相信自己嘅感覺。你有冇發現，當你懂得開始用一種更溫柔、更有信心嘅心態看待你嘅工作或者生活嘅時候，其實宇宙偷偷地已經開始為你鋪路。曾經嘅讓你焦慮或者失意嘅事情，漸漸都變得不再重要，因為你開始懂得愛惜自己。同時間，身體內在嘅感受亦都開始慢慢改變，你嘅夢想目標亦都會慢慢一步一步靠向你。邀請你相信每一小步，每一天你都喺度進步緊，而每一小步都讓你變得更加強大。其實生活就好似一條河流咁樣，雖然轉彎有時，風浪有時，或者有時出乎意料之外，但方向永遠都係流向光明嘅海洋。從今日開始，你嘗試每天起身嘅時候，同自己講：我值得擁有最好嘅事情和滿滿嘅豐盛，我值得被愛。我全然接受宇宙給我最豐盛嘅禮物和安排，我吸引越嚟越多嘅好運同埋祝福，我嘅人生係充滿咗喜悅同愛。宇宙嘅磁場會將你呢一份信念慢慢調整，然後讓更多嘅幸福、更多好嘅人緣、機會同豐盛奔向你。你一定要相信、堅持同埋心懷感恩之心，一切美好嘅事情就會加倍咁樣送到你同你嘅生命入邊，讓呢份祝福傳遞到能夠結緣嘅朋友。多謝你哋收聽蘇托，我係你嘅心靈清道夫，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